再来关心新北市板桥街路礼拜二下晡光头白日，一个姓杨的查甫，互人压去。原来是因为伊欠人10外万的债务，毋但毋还钱，搁来到金仔店来买金仔。债主闹3个人，甲伊压上车，再去到树林，甲伊跌甲金死死。一寡人看到，因为嫌伊管3个人手头有武器，毋敢收过我，赶紧报警察来处理。银色轿车边仔3个嫌犯，有的扭手，有的扭骹，要将一个查甫人硬压去咧车顶。刚人看这个姓洪的查甫人双手扭着车门，就是毋肯上车。伊一边喊救人，一边来抵抗。看到民众拢惊一个。有的打头，有的打那个身体，有的打那个脚，4、5个打了那一个。嫌犯一个街仔路就来掠人，搁来拍人，就算姓洪的查甫人来反抗，但是最后也是互人压去咧车顶。这桩当街掠人的案件，就发生伫咧15号下晡4点外。原来被害人姓洪的这个查甫人，甲债主有10外万的债务，但伊不但毋还钱，搁有心情坐假买金仔。债主得到消息了后，坐客停车对伫咧后壁，将这个姓洪的查甫人掠走了后，搁驶着姓洪的查甫人走来的车，将伊载去树林拍来，才搁等伫咧路边。推了，他一直喊救命啊，这样啊，那周遭的邻居都跑出来啊，大家不敢去救啊，因为他们有拿武器啊。被害的姓洪的查甫人看到的就是同款的金破链甲手链啊，警方根据监视器用车来追人，找到这个姓洪的查甫人的时阵，伊身躯有真侪伤。是把那个压上去，他一直在救命啊。目前掠人的3名嫌犯也未掠到，就算姓洪的这个查甫人事后表示未来追究，但当头白日动手拍人，搁来压人，这个行为已经违法了。警方已经掌握身份，要约嫌犯到案来了解案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